千虎，我和你哥这番是要去闯荡江湖，你跟来做什么？我也要闯荡江湖，我的五雷天罡拳已经能打出3重拳劲了，不会拖你们后腿的。你看，嘿，好了好了，知道你厉害了。哎，千虎，我们这一辈中，除去入朝做官的大哥雷梦沙，最强的就是我们3个了。我和轰哥去闯荡江湖，就是要在江湖上打响雷门的名头。可是江湖险恶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不怕。我知道你不怕，可是如果我和轰哥在外面有什么不测，那雷门怎么办？所以，你要留下来，在我和轰哥不在的时候，守护雷家。哥，我等着听你们扬名江湖的消息，我会守护雷家的。你这样，是不是有点对不住千虎啊？那怎么办？难道真带他一个13岁的鼻涕娃去闯荡江湖啊？少爷，发榜了，白小棠的金榜，云鹤和雷轰都上了良玉榜。真的，扬名江湖，你们真的做到了？我没有上榜吗？也对，我都没在江湖上走动过。哥，轰哥，你们已经实现了当年的承诺，同样的，我也会做到我该做的，守护雷家。有兵胜天，法力无边，神功盖世，横扫中原。有兵胜天，法力无边，神功盖世，横扫中原。如今那雷门双子分别败于赵玉珍和李寒一之手，下落不明。雷家还有谁能接我的寒霜掌一击？江南霹雳堂，雷家，雷千虎，请指教。我会守护雷门。来人！雷千虎，我记住了。门主！门主！门主！快来人呐！门主！门主！